我哋遇到嘅每一個客人入邊咧，都有個共識嘅，就係問我哋：喂，會唔會爛尾㗎？呢個 project 或多或少大家都遇過或者親身經歷過呢啲爛尾嘅 IT project 事件。其實爛尾通常兩大原因嘅啫。第一個，呢間 IT 公司本身有問題，佢就係好單純一個外包公司，空殼嘅。我接咗所有 case 同你吹到天花龍鳳，轉個頭就包俾啲人道路啊，包俾國內就直接做啦，可能都唔會見到 project management 一次嘅。咁呢啲通常一定爛尾，大家要謹慎篩選 IT 公司。呢個我哋下集細細講點樣為之一間好嘅 IT 公司。第二種最常見嘅爛尾原因係咩咧？就係明明我係一間好正規嘅公司，我揾嘅 IT 公司亦都係好有實力、好正規，但係點解個 project 都係爛尾？或者你認為甚至你使嘅錢個價值都不及一半呢？我上一條片已經講咗好多關於上面嘅管理嘅一啲因素，大家可以詳細睇佢嘅內容。我哋話呢啲爛尾咧有一個好明顯嘅公式，公司嘅一把手根本就唔重視呢件事。佢只會喺一開頭簽約之前同我哋溝通完成咗，但係簽咗之後咧就掉咗俾下面嘅。我哋話我哋去做需求調查嘅時候，如果你冇辦法同我哋一齊去篩選呢啲同事嘅需求，到底係咪同你想要實行到新嘅管理模式係有關聯嘅話，咁就會好容易進入爛尾嘅階段。根據我哋嘅經驗，大部分同事或者部門篩選出嚟嘅需求有60%係冇效嘅。你諗諗，如果我哋將呢60%冇效嘅需求都做咗喺系統度，其實你系統只會係一個新一代嘅管理枷鎖，令到你更加沉重，公司管理得錯誤嘅效率更高，而唔係優化嘅效率更好。因為你無窮無盡去開發啲唔合理嘅電腦系統嘅需求喺度，咁就會嘥咗大部分嘅金錢。我哋嘅服務流程係比較好嘅，只需要參與我哋前期需求調研同埋需求確認嘅呢個階段，其實1個月左右就已經可以完成晒呢個部分。如果你今日想要呢個 IT project 係成功嘅，而且有價值，係真係可以幫到你公司喺市場上面獲得更好嘅競爭優勢嘅時候咧，一把手。請你深度參與成個流程，同我哋一齊進入你哋公司每一個部門每一個同事嘅面前進行需求嘅調查。我哋一齊去梳理到底同事嘅需求係咪合理，符合我哋最新一個時代管理嘅要求。根據我哋嘅統計，只要我哋有做前面呢個設計規劃同埋需求調查嘅階段，基本上我哋可以100%令到你呢個 T 開發項目係完美咁符合公司未來嘅需要，可以成為你喺新時代競爭嘅一大優勢。其實我哋第一單爭啲爛尾，但係最後我哋決定不惜重本，將佢推倒重來，就係甚至改變咗我哋公司嘅服務流程，都要做好佢，延續至今。我可以好坦白講，我甚至乎依家我哋喺市場上面都係幫好多 IT 公司去執佢哋嘅，我哋叫做執屎，都係由我哋去重新幫佢梳理成個流程，然後幫佢完成佢哋手頭上嘅 IT 項目。所以其實我哋係冇爛尾嘅，我哋每個項目都好完美咁落咗地。所以下一集我會同大家講，你點樣去篩選一間好嘅 IT 公司。